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各级学校对5月中旬就停课无停学。伫个3级警戒无解封进前，禁止人员的群聚，连带学校的毕业典礼嘛拢改线顶来举行。虽然无实地毕业典礼，不过一寡学校也是会透过精心制作的影片，希望让学生留下难忘的记忆。今年的毕业典礼真的很不一样，好，我相信这是空前，也是绝后，好，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得不这样子的处理。但是呢，我想这个也是一项很不错的体验，因为未来的趋势，会有各种不一样的变化。这种线上的活动对小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因为由这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朋友在这一段期间停课不停学，那我们的小朋友每一个的资讯能力都提升了。那我们用这样子的活动，让小朋友们在毕业之前彼此可以互相的道别，彼此可以跟其他班的小朋友一一的道别，甚至可以跟每一个老师一一的道别，那彼此之间呢的感情更浓密了。透过教师事先制作的影片，甲学生来视讯，甚至带线顶的学生来做校园的巡礼。老师表示，就亲像直播主共款，尽量满足学生的需求。而各式学童得到当着线顶的毕业典礼，嘛是一种新的体验。全新形态的毕业方式，就是说他们可以在那个聊天室留言板那边自由的写下自己的毕业感言，然后就是可以比较不受时空间的限制，这样子，大家可以在这个最后的一个毕业典礼就是大家可以欢聚这个时段，我是觉得很感动，就是透过我们电脑、网际网络的发达，可以非常跨空间、跨时间的来跟大家说那个最后的那个毕业典礼，要跟大家好好的道别。我就是很像那个线上直播主这样，就应观众要求，他们说想要看那个骆驼，我就带他们看那个骆驼，我们的校园的景观，看操场，然后带小朋友看一下主任。我也是非常临时才发起这个行动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预期会遇到什么。毕业典礼之前都是在学校举行，第一次线上的觉得很特别，然后虽然没办法跟同学见面，但是可以像这样线上的毕业典礼也不错啊。现在我们线上毕业典礼，我们快要结束了，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我说你愿意当风量，我结束。你的男朋友吗？不想结束。究竟你很吵那我们开到下午好吗？希望可以再见面。虽然大部分的学生拢是伫厝学习，不过相对的，对厝内无电脑设备的学童来讲，就必须要来学校。亲像这位同学，虽然是毕业生，不过敢若伊一位到学校来参加毕业典礼，相对的嘛感觉较孤单。我觉得在学校毕业比较好。那今天有几个同学跟你一样来学校的吗？没有。应该只有我。原本以前的毕业典礼，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互即群国小的毕业生体验人生头一届的线顶毕业典礼。透过电脑的视讯互动，嘛互即群小朋友因为好奇而感觉新鲜。最后，大家互相祝福毕业快乐。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